第56届电视金钟奖今日公布入围名单，公共台记台的这个无数坐把数连续2年入围最佳风格生活奖的这个节目奖。另外一个是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的主持人彭佳佳，也入围最佳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奖。本来我家己去做哦，无人传的。我感觉台湾人吼，我也真好。带民众坐巴士行遍台湾大街小巷，人北地远，风俗民情。公司第一代无数坐巴士连续2档入围金钟奖，制作人希望用镜头翕出台湾丰富多元的族群文化。尤其是台湾有足侪族群的哦，有客家，有原住民，所以阮做这部，阮不局限伫刚好是台语的族群尔，所以阮希望会当介绍各种的文化。感谢生活伫这片土地的所有的人，阮这部才有机会通入围。因为马术伊就是用侵入到咱台湾的大大小小无共的乡镇啊，啊，搁一寡庄仔头，吼，啊，咱会去看到一个遮拍拼的咱的台湾人，吼，拢咧无影啥啦，吼，拢咧拍拼啥。爸，这段无必定来。用趣味方式推广台语文化的画山、画水、画玲珑，也入围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。台语台个做者节目拢袂歹啦吼啊，包括咱的青春吼啊，包括咱的其他的节目拢真侪，拢会当互提供给做者迄个观众来欣赏。李东熙表示，金钟奖竞争激烈，虽然今年入围名单比旧年少，但是大家会继续拍拼做节目，希望凭目前搁较进步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